那这个苗栗江天宫的白沙屯妈祖，讲要等跋杯请示妈祖了后，才来公布到绕境的日期。也毋过指挥中心的规定，绕境的人数上最只会当1000人，这个人数对庙方来讲实在伤少咯。今年敢若报名绕境的信徒都有38000多人，嘛因为白沙屯妈祖的特色都是无固定的路线，所以咧做这个防疫较歹预先来准备。庙方讲会加派工作人员沿路消毒、量体温，尽量袂互信徒大阵人客做伙。苗栗江天宫白沙屯妈祖绕境，因为疫情延后，即马中央宣布讲解封庙会活动，室外应准1000人参加。你如果用1000人来讲的话，说良心话，不符合我们香客的需求啦。庙方讲，今年白沙屯妈祖绕境报名人数到38400多人，再加上沿路自由参加的信徒，至少会超过5万人。中央规定的1000人真正超靠济，为了会使顺利绕境，庙方嘛准备一个防疫计划。参加的话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尽量一定要戴口罩。那么，对于自己身体不好的话，那还是请他们不要参与这个活动。庙方讲一切以简单为主，像讲登桥拜天公、采取自由参加。也毋过像白沙屯这款绕境无固定路线，乱叫想要去倒位，队伍就到倒位，沿路人来来去去，免做防疫。用分流的方式，就是说尽量把队伍就是拉开，一个区域就不要有那么多人。庙方强调讲，会加派工作人员沿路消毒、量体温，要求挂喙罨。那什么时阵要起价出发？庙方讲，管理委员会会先开会讨论，后来会跋杯请示妈祖了后才公布。